今天我来到了内蒙古新城宾馆，要在这里完成一场内蒙古中西部特有的园所礼。内蒙古新城宾馆位于美丽的呼和浩特市中心，这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。宾馆始建于1957年，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风风雨雨，这里可以说是见证了内蒙古的发展与历史。同时，这里也是许多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的下榻之地，更是众多的商务友人以及旅游者的首选之地。今天的小主人公一直生活在北京，从小受爸爸妈妈的培养和教育，对音乐可以说是情有独钟。当然，音乐也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不仅帮助他培养耐心，产生浓厚兴趣，同时也成为他感受世间美好的重要方式。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，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小主人公的风采吧。